各位小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咗我哋呢個小二必學嘅書信教學內容啦。寫信唔識格式，哎呀，大帽貓寄信鬧笑話啊！今次5分鐘學識書信5大重點，一齊去片。大件事啦！大帽貓茶飯不思咁嘅樣，做緊乜嘢呢？佢垂頭喪氣啊！一齊嚟聽下。喵，我寫咗4、5封信啦，喵，但係都寄唔到去奶奶度啊！我想奶奶寄魚乾俾我食，喵喵，今次點算啊？喵喵！喺呢個時候，醒目狗就出現啦。哈哈，大毛貓，你又唔寫收信人，又唔寫信人，淨係識寫個魚乾，奶奶點會收到啊？收到都唔知俾邊個啦。好，等我教你嚟寫信，過嚟過嚟過嚟。喺呢個時候，醒目狗就俾咗5大重點錦囊佢啦，一齊嚟睇下先。第一，收信人頂格寫，結尾要加冒號。第二，問候語，你的近況如何？你好嗎？正文。第三，每段開頭空格要2格。第四，祝福語，再起新行頂格寫。第5，稱謂、署名同埋日期一定要寫啊！年紀大過你嘅長輩更加要喺個名後邊加上啊！一齊睇下佢擺喺邊先。好啦，我哋睇下呢一個書信地圖。冇錯，我哋係順次序：收信人、問候語、正文、祝頌語、稱謂、寫信人、日期，要順次序㗎。再我哋睇清楚，親愛的奶奶係收信人，寫喺最頂格，跟住係問候語，低2個格。你好嗎？好久沒有見面了，我很想念你。正文喺下邊寫，低2個格。最近天氣變涼了，你要記得多穿衣服。我最近在學校學會了自己收拾書包，老師還稱讚我是個勤勞的好孩子呢。對了，我最愛吃你親手做的烤魚乾，如果你有空，可以寄一些給我嗎？我一定會乖乖聽話，努力讀書的。祝身體健康。呢一句係祝頌語，最後一定要寫嘅就係你係邊一位啊？孫兒係稱謂，大毛貓係寫信人，記得喺大毛貓後邊要加個上啊，因為奶奶係我哋嘅長輩。最後寫上日期12月15日。我哋再睇下成封信。小朋友，我哋一齊練習下，請你用3至到5秒時間睇一睇封信。如果你想讀一次嘅話，請你自己按暫停掣。我哋俾少少時間你準備。時間到啦，我哋見到佢已經寫好一封信啦。太好啦！奶奶今次一定收到我哋嘅信啦，喵！多謝大家。於是佢哋2個朋友仔就出咗去寄信啦。郵差叔叔立即送信啦，去到奶奶嘅屋企。由嗰日開始，大毛貓就有魚乾食啦。大家同學仔想知道佢嘅近況如何？繼續學中文，留意我哋嘅網站、我哋嘅網頁或者係我哋嘅視頻。請你訂閱，俾個 like、share 俾其他人，記得開小鈴鐺啊！多謝各位小朋友，祝大家自強不息，加油努力！
拜拜。